想喺坦洲執筍嘢嘅朋友呢，而家呢套單位就冇錯過啦。首期10萬蚊，你就可以攞單呢套3房啊，所見即所得，可以拎包入住嘅狀態。過嚟睇一睇先。廚房呢，呢啲全部都係交俾你嘅啊，煮飯都係非常之方便。出嚟餐廳、客廳，咁呢套單位呢，3房月供都係4000零蚊，首期10萬蚊，總價呢都係120萬，你就可以攞低啦。喺小區嘅園林景觀啊，非常之市正嘅一個樓盤啊！佢過去港珠澳大橋咧都係10零分鐘嘅時間，仲係有業主巴士可以翻香港嘅。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佢係做到3層式嘅，即係你沖涼啊、洗漱啊都係唔影響嘅。第一間房個空間都係比較大。第二間房睇一睇先，做咗個榻榻米嘅設計啦，兒童房主臥嘅空間。做咗個衣櫃，個空間咧都係非常之大，可以做到3邊落床嘅。10萬蚊首期，你就可以攞翻呢套3房啊！有中意嘅朋友咧，嗱嗱聲過嚟約我睇樓。